大哥调记的歌曲找出来，在自己频道了社群发布贴文，歌曲名称前面都加井字号，发布以后就有超连结功能。现在搜寻到第13项，点按超连结，很快就出来了。这个就是影片资料库目录了，影片资料库目录啊 ，YouTube 的创造出来。那如何把那个歌曲加入播放清单呢？点按那个画面，点按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然后来按第2项储存至播放清单，来勾选第2项道哥调记的歌曲整合，按完成，这样就加入了播放。